在这边呢，就是仁波切呢，就是有一点呢，就是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关于色类学呢，也就是我们第一年的课程呢，就是大家呢已经算是学习完毕，所以呢，那仁波切就想说呢，那就是给大家呢，就是举办一场考试，但是呢，大家不要听到考试呢就会感到害怕或者说是担心，因为呢，就是这个考试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呢，就是我们彼此呢就是同学，就像同班同学一样，然后大家呢能够互相帮助，然后呢互相帮忙。那人们切说呢，他应该会出20到30题。那下限呢应该是20题，就是最少会出20题。然后呢，这20题里面呢，然后考试的时候呢，就是抽7到8题，那或者说是10题，就是到时候看状况。那就是人们就说他挑的这些问题里面呢，那都是对于社类学的内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学习社类学的当下呢是很有用的，那乃至于说我们现在在学心类学，或者说之后呢，我们开始学线观、中观，或者说五部大论，至于说最后到学密法的时候呢，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伴随着我们之后呢是可以用得上的，并不像说有一些社类学的课程呢，它只有在社类学的时候呢我们才用得上，但是到后面开始学线观的时候呢，可能它就变得不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呢，就是人们切所出的这个20题或是30题的这些题目里面呢，那都是我们之后呢，就是无论在学哪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呢，它都是可以再用得上的。那人们切在之前呢，它已经先出了4题了。那出了这4个问题之后呢，那人们切想跟大家就是先讲一下。这4个问题，那接下来人们界如果说还有想到问题的话呢，那他会继续的，就是跟大家讲。那等到人们界他20或是30个问题都出完之后呢，那人们界他就会再把答案呢，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呢，然后再跟大家讲述一遍。那这个时候大家因为是听第二遍的缘故呢，所以可能对问题还有答案呢都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至于说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考试的目的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虽然说是称之为是考试，但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来做复习。因为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的话呢，像我们第一次呢，就是一开始学习色类学，从一开始颜色开始学，然后学到色类学结束呢，算是我们第一次的学习。那第二次呢，第二次学习的方式呢，就是透由就是我们快速的讲过，那它比较像是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在从头到尾开始看的时候呢，那有一些重点呢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就是快速的呢可以理解到，所以呢第二个方式就是透由收摄的方式，然后呢快速的为大家讲解。那第三次呢，也就是考试的时候，那考试呢也就是虽然说是考试，但实际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再复习这个社类学的部分。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学习任何东西呢，就是仅学一次呢，就要完全把它很透彻的了解呢，其实是不是这么容易的？那所以我们对一个法类或者说在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要好好理解的话呢，那就是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习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对这个东西呢会越来越有印象，那同样呢对它的理解呢也会越来越深。那当然在考完试之后呢，那自己如果有时间再回去阅读色类学的话呢，那肯定呢可以理解的更为的透彻与了解。所以呢，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大家要了解到说，就是这个中心呢是法王给的名字，那它主要呢就是叫妙法乐院。那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以学习为目的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学习的当下呢，能够精进，好好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来这个教室的目的呢，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呢，也就是为了学习。那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所以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到说，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学习。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学习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说将来呢，大家在学习这些佛法的这些内容，大家都能够了解之后呢，那最大的心愿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自己有能力呢，可以介绍佛法给别人，就是
将来大家学习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跟随着我继续学习，就是之后呢，就大家对佛法呢都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之后呢，那其实像外面有很多的大善知识，那这些大善知识听讲法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听，然后去学习，乃至于说能够直接呢，就是尊者在讲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呢就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学习的目的呢，我心愿的就是说，大家学习之后呢，能够去帮助他人。那我们学习的这些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也就是一种就是解脱的方法，就是说，透由这一些呢，我们所学的这些呢，它其实是一个解脱的方法。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在教学生，那一天里面呢，他可能是教一堂课或是两堂课。但是这个老师他在教学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是让告诉学生，就是说你学习的方法，或者说你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学习，或者说你用什么方式去修行。那把这个交给学生呢，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呢，只有一个说哦，我是老师，为什么是老师呢？因为我有在教学生，每天教学生1个小时或是2个小时。那我有名字这样的这种教学，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而最重要的，我们教学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能够让学生或者说听课的这些人呢，他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该如何的去用这些佛法。所以呢，我们所学的这些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解脱道，它也算是解脱道的一部分。那当然呢，就是说之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呢，就是说，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住的比较远，或者说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没有办法，就是到教室来做回答的话呢，来做答题，那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把问题发下去，那大家呢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呢，就是自己回答。因为呢，当我们能够对一个问题呢，能够去回答、去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去除了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无明呢，我们就消除掉了。所以我们在说学习呢要进步的时候呢，进步呢是一步一脚印，就是慢慢的进步的，而不是说我们跨出一步之后呢，停在那边，你不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进步的。所以我们要进步呢，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呢，然后让我们的学习呢能够不断的进步，而且我们想要进步呢，也会透过学习，因为呢，光靠外在的这些环境的进化，或者说外在环境的进步呢，还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所进展的。那在这边呢，就先讲述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就是何谓18戒？就是说呢，我们要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认识到什么是18戒，就是要把18戒呢，它一个一个呢，讲述出来。那18戒是什么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讲说，那18戒呢，它是收摄到哪几个法类里面去？它是收摄到哪几个法类里面去？然后呢，以及说呢，就是我们要去解释呢，就是这18戒呢，它到底是什么？那这是属于第一个范围的，第一个问题的范围。那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什么是18戒？因为呢，18戒呢，其实是不只是在色类学，因为我们在讲述像是这个问题，刚刚讲到18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色类学最一开始在学颜色的时候呢，其实色、声、香、味、触等等呢，它全部都已经收摄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18戒呢给写出来，写出18戒呢，它一呢是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呢，收摄为几类。那这边呢，就是提到说，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呢，18戒呢，它其实分为到就是所缘的6境，那所依的6根，以及说能依的6识。所以呢，就是收摄到这3种里面去，就是所缘6境、所依6根以及能依的6识。那以及第三个呢，就是去解释说，那18戒一呢，它代表的意思呢是什么？那所以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又分为，就是里面呢，它又分为3部分。那第一个问题的第一小题呢，就是说，18戒为何？那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说18戒为何？那这个问题呢，就请大家一定要记录下来，因为之后呢，就是考试的时候呢，可能会抽到这一题。那这个相对的呢，就是说我们在讲18戒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之后无论你是在县官或是中官呢，就是18戒呢，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呢会被提到的。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18戒为何？那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说18戒收摄的话呢，可以收摄为哪几类？那第三个呢，就是
写18戒它每一个的意思。那就讲到说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写得很好的话，那当然是就是说社畜什么是社畜，那牲畜什么是牲畜，相处什么叫做相处，那当然说你能够写得越清楚是越好。那就是说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的3个部分。第二个问题呢，还有分为2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提到说呢，我们一般在讲述一的时候呢，那关于一呢，它有哪几种呢？就是不同的这种就是取名为一的这种方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一的时候，就是上一堂课，就是之前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解释到，在讲说一还有异的时候呢，同一还有相异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在讲一的时候呢，除了一本身之外，那我们繁体一、直一、体性一、质性一、同类一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只要在后面有出现一的这一些呢，都属于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一呢，它有哪几种就是诠释的方式？就除了一本身之外，像是繁体一、直一、体性一、质性一这一些。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些后面有一的这一些的名项呢，全部拿出来的话呢，应该会有10个，就是后面会有一的这一种。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就是关于一呢，就是名字里面有一的呢，它有哪几种分类这样？那就是我们在讲的是呢，就是分为哪10类呢？那就是第一个呢是繁体一，那第二个呢是直一，第3个是质性一，第4个是体性一，那第5个呢是同类一，那第6个呢是繁体同类一，第7个呢是直同类一，那第8个呢是成柱一，那第9个呢是成柱同值一，那第10个呢是官带实进质性成柱同值一。所以呢，就是这边呢，就是能想到的呢，就是现在能想到的呢，就是这10种就是一的分类。那就是说，当然这边是讲述10种。那如果说大家在其他地方呢，就是自己有阅读到，或者说呢自己有听到其他关于说一的这种分类的时候呢，那大家呢也是可以补充上去的。那这10种就是这种一的分类呢，那就是也是之后无论说像是在县官也好，或者说像是在中官也好，就是在任何地方呢，也是会一而再呢，再而三呢，就是看到关于说这些一的这些名词，或者说呢它的分类呢，就是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那除了了解到这些一的部分之外呢，那同样的呢，反过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到什么是繁体一的时候呢，那和一相反的呢，就是繁体相异。就是关于义的部分呢，相异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很明确的了解。你在了解了繁体一之后，那它的相反呢就是繁体相异。那同样呢，你在了解什么是直一的时候呢，那它就是直相异。那同样的呢，就是质性相异、体性相异，那同类相异，或者说呢，繁体一同类相异，或者说呢，直同类相异。所以呢，就是同样的呢，第6个呢，它的就是同类繁体一同类繁体同类一，繁体同类一呢，那它的相反就是繁体同类相异。那第7个呢，就是直同类一呢，那它的相反就是直同类相异。那相异呢，就是只有前面7种呢，它是只有前面7种它是有相异的。那从第8个开始就是成柱一，还有说成柱同值一，还有说官带实进质性成柱同值一呢，这3者呢它是没有异的部分，因为我们不会讲说什么成柱相异、成柱同值相异这种不会，所以在讲到相异的部分呢，只有1到7呢是属于就是它会有相反的相异的部分，那后面3者呢是没有的。那刚刚有说到说，就是答案呢会下一堂课再跟大家讲说，不过现在好像把答案都已经讲差不多一半了。
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边了解了各种一之后呢，那所以同样的呢，反过来说呢，它的相反呢，就是各种的这些相异。所以当我们能够越了解这一些呢，那它也可以算是说，就是辅助于有时候我们在解脱道上呢，能够越来越清楚。那刚刚说呢，就是第二题呢，也是分为三个小题。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关于各种一呢，就是有几种不同的一，那请大家描述。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请呢，就是请解释呢，就是这些不同一的意义，就是去解释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做繁体一，那什么叫做直一，什么叫做自心一呢？那就是请大家呢来做解释。那刚刚是讲说就是有两部分，那现在呢又想到第三，就是属于第二题的第三小题。那第三小题呢，就是在请问大家呢，那像直一还有体性一呢，这两者呢有什么差别？那就说有什么差别？就是说在问大家说，就是直一还有体性一呢，就是他们是三句型还是四句型，还是说他们是同义或者说是相违的意思？那就看大家就是请大家作答的意思。那所以我再讲一次哦，第一题呢，第一题分三个小题，那第一题的三个小题里面的第一个呢，就是何谓18戒？就是18戒呢到底是什么？那第一题的第二个小题呢，就是18戒呢，它可以收摄为哪几类？18戒呢可以收摄为哪几类？这是第一题的第二个小题。那第一题的第三个小题呢，那就请大家呢，就是来解释，就是18戒它每一个不同的意思。就比如说社畜，什么叫做社畜，什么叫做牲畜，然后呢把18戒呢就是一一说解释。那这是第一题的三个小题。那第二题的三个小题呢？第二题的第一小题呢，就是问到说呢，就是关于一呢有几种不同的一，它有几种不同的分类。那这是关于第二题的第一个小题。那第二题的第二个小题呢，就是了解了，就是写出有几种分类之后呢，那请把它们的意思呢，就是请解释它们的意思。就是解释这不同的一呢，这刚刚讲到说10种一，那把这10种一的意思呢给解释出来。那第三小题呢就讲到说，那直一还有体性一呢，他们二者呢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问到说，他们二者呢是三句型还是四句型，还是同义，或者说呢是相违？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就是两个问题的部分。第三题呢，那它分为呢4个小题。那第三题的第一个小题呢，就是请写出就是因的性象。我们讲说因果的那个因，所以第三题的第一小题呢，就是请写出因的性象。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呢，因呢分为哪几种？就是一般呢，就是像我们所讲到的，像是直接因、间接因、进取因、具有缘等等。那乃至于说我们在讲说大因果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像是6种因，就是能说因、具有因、同类因等等呢，就是把这几种分类呢给写出来。那这是属于第二题的部分。那第三小题的部分呢，就讲到说呢，就是为什么要安立就是六因？安立六因的原因呢是为什么？第三小题讲到说安立六因的原因呢是什么？那第四题呢就是写出就是每一个就是第二题讲到说它分为哪几种因啊，哪几种因嘛？那第四个呢就是把这些分类的意思呢给写出来，就讲说呢什么叫做直接因，什么叫做间接因，那什么叫进取因，什么叫具有缘，那同样的呢，什么叫做能作因，什么叫具有因，什么叫同类因呢？就是把每一个因呢，就是个别分类的因的意思呢，给解释出来。那第四题呢，它其实跟第三题差不多，不过呢，就是把因呢改成果。所以第四题的第一个小题呢，就是请写出呢果的性象。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那果呢，它又分为哪几种？那同样呢，还是分为像是直接果、间接果，然后呢进取果，呃还有具有缘果。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说果堪以生全之门呢，又可以分为像是真善果、等流果、适用果等等呢，这一些呢，就是果呢又分为哪几种？那第三个呢，也是如同因一样，就是说
果类呢，为什么要做这些分类的原因是什么？就如同因一样。那第四个呢，也是把个别呢，就是每一种果的意思呢给写出来。所以第三题跟第四题呢，一个是讲因，那一个是讲果的部分。那第五题呢，也就如同就是前面第三题跟第四题一样，不过第五题呢是把它改成是缘，就是我们是讲到说因缘果，所以呢第五题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缘的性相是什么，那第二个呢缘呢又分为说哪几种，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所缘缘、增上缘还有等无间缘。那第五题的第三小题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为什么要安立这些不同的缘？那第四个呢，那就是同样就是解释呢，就是这些缘的意思。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五题，那应该都是蛮简单的。那所以今天呢，已经跟大家讲述了就是五个问题的部分。那下一堂课呢，那我们就会解释呢，就是今天就是所问的这五个问题的答案。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先讲述这五个问题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心类学的正文，就是第59页最后一大段的部分，就是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述完了自证现前，那这一堂课呢，主要是从瑜伽现前呢开始讲述。那上一堂课呢，在讲自证现前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自证现前呢，它又分为三种，就是属于量的自证现前，那属于在觉知的自证现前，还有说属于显而未定的自证现前。那虽然说呢，这边讲的就是自证现前的三种分类，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呢，自证现前呢，其实也可以分为像是根现前的自证分，那异现前的自证分，那同样呢，或者说分别知的自证分，或者说呢错乱式的自证分、非错乱式的自证分，那乃至于说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说是7种分类嘛，那像是那这7种分类呢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自证分，那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理解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59页呢，就是最后一段，就是瑜伽现前的部分。那这边呢，就是先讲解到是瑜伽现前的性相。那瑜伽现前的性相呢，讲到说由自知不共真上缘，止观双运三摩地，然后呢所生以离分别不错乱之圣者心绪的现观，是瑜伽现前的性相。那在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呢，主要是以福生大师的论述为主，所以福生大师呢，在这边讲解到了，就是瑜伽现前的话呢，就是他一定要呢是圣者心绪里面的现观，就是圣者心绪里面的心事，所以呢，这是关于就是瑜伽现前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由智上缘，那这边由自知不共真上缘呢，我们知道说不共真上缘呢，我们前面就已经讲到，它分为就像是根知还有意知这两者，所以呢，这边瑜伽现前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定要是意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指观双运三摩地，所以你就了解到说呢，只要是瑜伽现前的话呢，它的不共真上缘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它不仅仅是指的三摩地，或者说像是不仅仅只是观的三摩地，它需要的是止观双运，就是止观二者都具备的这种三摩地呢，来作为它的不共真上缘，所以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也只能是一根。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瑜伽现前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在根知还有意知里面呢，一定是属于意知的部分，因为呢，它一定要是止观双运三摩地。那这里看到止观双运三摩地的时候呢，它其实呢就已经间接的带出了说，像是瑜伽现前呢，它跟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像是根现前、还有意现前呢，还有知正现前呢，这三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后面它除了讲到说透由止观双运三摩地所生之外呢，又讲到说是圣者心绪的现观，就比方说，只要是瑜伽现前的话呢，它一定呢是不可能在凡夫心绪里面升起的，因为在凡夫心绪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升起像是
根现前、意现前还有自胜现前这三者。那这边特别讲到说呢，它是依着止观双运三摩地所生，而且要是圣者心绪的现观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于其现前呢，它一定是要由修力所成，它并不是像升起于切现前呢，并不像说我们直射眼之呢，或者是像是直射的根现前，它只要依靠着我们看到色，或者说依着色，我们就可以升起像是直射的根支，或是直射的根现前这种升起的方式，不是的，它一定呢是要透由修力所成。然后说它并不是像凡夫呢，像我们一出生呢就会拥有的，而是它一定要透由修行的方法之后呢，修了之后才能够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不共生上缘呢，第一个是要是止观双运的三摩地。那这边呢，讲到止观双运三摩地的时候呢，就一般我们在讲止的时候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止，就比如说呢，我们圆瓶子的止，就是说圆瓶子的三摩地，或者说呢圆柱子的三摩地，或者说呢就是圆不净观的这种三摩地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止的时候呢，是有各式各样的止，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呢，它特别是讲到说就是圆这四谛16形象的三摩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这边讲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呢，是特指就是圆这四谛16形象的止观双运三摩地。就比如说呢，我们讲到说像是圆着无常的止观双运三摩地，或者说呢圆着苦的止观双运三摩地，或者说圆着苦地的止观双运三摩地呢，就是特别指的是四谛形象的止观双运三摩地。所以呢，在这边讲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呢，也不包括就是圆着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就是一般止观双运三摩地它是可以圆空性的，也有圆着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但是在这边呢，就是于其现前它的不共真上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呢，是特指说圆着四谛16形象的止观双运三摩地。那所以呢，在讲完第一个部分呢，就讲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定要是止观双摩地、止观双运三摩地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以离分别不错乱。那以离分别不错乱呢，就提到说，因为它是现前的缘故，那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只要是现前的话呢，它就一定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那接下来然后说圣者心绪，那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呢，特别点出说就是心绪之中呢，具备于伽现前的补特伽罗呢，那这边主要是点出它的补特伽罗，就是它这个补特伽罗呢，一定是超胜于凡夫的圣者，所以讲到说圣者心绪的时候呢，就特别点出说，你心绪之中具备于伽现前的话呢，那这个补特伽罗呢，它一定是圣者。为什么？就像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前面三种呢，无论像是根现前、意现前，或者说自证现前呢，它都是凡夫自力能够升起的。像一般我们讲说意现前的时候，凡夫心绪里面的意现前呢，它只要依靠着凡夫心绪的根现前呢，它自然就能够升起意现前。那同样的自证现前也是一样，所以前面三种现前呢是凡夫智力能够升起的，但是呢于其现前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它一定是要透由修力才有办法升起的缘故呢，所以这边讲到说心绪之中具备于其现前的补特伽罗呢，它一定要是圣者，所以讲到说不错乱之圣者心绪，那讲到说圣者心绪呢，点出说具备这一种于切现前的补特伽罗呢，一定要是圣者。那最后面三个字呢，讲到说他心绪里面的现观，那提到现观这两个字的话呢，就提到说现观呢，它就等于是道，所以就要说它一定要是圣者心绪里面的道。那这边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圣者心绪里面的道跟圣者心绪里面的心事呢，或者说圣者心绪里面的了知呢，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圣者心绪里面的了知呢，它不一定会是道。比如说呢，圣者心绪里面的，比如说直屏的眼知啊，或者说直屏的根现前啊，直住着根现前这种呢，它是圣者心绪里面的了知，但它并不是圣者心绪里面的现观，因为只要是现观呢，它就一定要是道。那是道的话呢，就像刚才讲的，它一定呢是要透由修力呢所生的这一种呢，才叫做道。就是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由智之不共真上缘，止观双运三摩地所生，以离分别不错乱之圣者心绪的现观呢，是一些现前的现象。那有一些人
其实有一些人呢，他在安立性相的时候呢，他最后面呢就是不会放就是圣者心绪的现观，而是放圣者心绪的他证，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说他证呢，或者说证他呢，它就是区别于自证分，就是能够证得他者的这种，所以讲到说不错乱之圣者心绪的他证。那有些呢是这样放性相的，那有一部分呢，它是说由智之不共生上缘呢，它并没有放止观双运三摩地，而是提到说呢，它能够对于说正义的修利，依着自知不共真上缘正义修利所生的以离分别。那什么叫做正义修利呢？那正义就讲说正确的意义。那这边正确意义指的呢，就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跟这边止观双运三摩地呢，它是特指就是沿着四谛16形象的止观双摩地。所以同样的呢，就是正义的修利呢，这边正义。正确意义的修利呢，讲的这个正义呢，也是同样是讲到说，就是沿着四谛16形象的这种正确的意识，然后所生以离分别不错乱圣者心绪的现观，那这一部分呢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只要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就是圣者呢，凡是圣者呢，他心绪呢，一定能够升起，应该说他的心绪一定会具有，就是圆着无常的止观双运三摩地。只要是圣者的话呢，他的心绪一定会有圆着无常的止观双运三摩地。那同样呢，只要是圣者呢，他的心绪呢，一定会有圆着呢，就是不特伽罗无我，就是圆着人无我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像是声闻圣者呢，他是一开始是如何升起余邪限量者呢？他是依着呢，就是加行道的，就是沿着是第16形象的止观双运三摩地呢，然后透由他所生，然后升起以离分别不错乱，然后才变成了见道的圣者心绪的这种现观。那这是属于余邪现前。那在这里我们一直讲到说止观双运三摩地，比如说像是沿着是第16形象，或者说沿着无常也好，或者说沿着人无我的止观双运三摩地，虽然说是止观双运三摩地，但是在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还没升起观之前呢，就是我们讲的毗婆舍那，还没升起观或者说毗婆舍那之前呢，一定要先升起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摄摩他。所以升起的一个次第呢，一定是先有了止之后呢，才会有观。虽然说讲的是止观双运三摩地，但是在升起的次第，一定是先升起了止之后，止之后升起了摄摩他之后呢，之后才会升起圣观。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余邪现前的时候呢，讲到余邪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它同样，它余邪的意思呢，跟后面他在讲性相讲到现观的意思是余邪，或者说呢现观呢，它所指的呢都是道，而且呢这边讲的道呢就是圣道，就是圣者心绪里面的道，或者说圣者心绪里面的现观，就是能够现证是第16形象的这个道，或者说能够现证是第16形象的这个余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余邪现前。那至于说呢，就是我们后面呢，就是学到现观的时候呢，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是在哪里讲述的呢？那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提到说大乘教授的时候。那在现观里面呢，讲到大乘教授的时候呢，最主要讲的呢，就是像是皈依，然后像是四谛的内涵。所以呢，在现观部分呢，它讲述四谛的内容呢，是在大乘教授的部分。那至于说在释量论里面呢，它是哪一部分呢？会提到就是四谛的部分。那对于说像是有一些祖师呢，他是承许说就是在解释余邪现前的时候呢，那透有解释余邪现前呢，然后带出了四谛。那这个最主要呢依据就是依据着克祖杰大师呢他所讲的除一案论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在讲解就是余邪现前的时候，那透有余邪现前这个讲到说自知不共真上缘，然后圣者心绪现观的时候呢，然后从这边呢，然后引申出了四谛的内容。那当然，除了说像是在讲述在释量论，除了说讲述余邪现前带出四谛之外呢，那其实在释量论的第二品呢，就是陈量品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有带到就是四谛的内容。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那最主要就是提到说，就是一些现前呢，它的自制不共真上缘是什么呢？是直观双运的三摩地。那也特别讲到说呢，这里所讲的就是直观双运三摩地呢，它是特指四谛16形象。所以从这边就是透由于一些现前的现象在讨论的时候呢，然后延伸出了对于四谛的探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